最让妈妈心寒的是自己的孩子把他当仇人，讲话很冲，态度很差。妈妈一开口孩子就马上不耐烦。有些孩子妈妈才讲1句罢了你就10句马上顶回去，因为你觉得自己是对的。妈妈关心他，他觉得烦；妈妈提醒他他觉得是在针对他。我以前也试过这样。有一次我妈妈只是在提醒我早一点睡不要一直玩电话。结果我很大声回她，哎呀你很烦呢。讲完那句过后我妈妈就突然走掉，没有再讲什么。冷静下来后，开始后悔自己刚刚讲错的那句话。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被我们伤到的人往往也是最爱我们的人。妈妈不是欠我们的，她对你好照顾你，为你操心，全部都是因为爱。所以不要把妈妈的包容当成理所当然，因为有一天那个一直在等你回家的人也会慢慢变老的。如果你看到这里记得以后对妈妈讲话温柔一点，也帮我点一个赞，在下面留一句对不起